南部落雨再前食日，屏东累积雨量超过728毫米。昨天风台上紧拜三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南韩头一届北桥水路商业航行测试，釜山甲欧洲航行速度3.5趴，不过因甲罗西亚合作，和欧美是真不满。美国内华达州火烧山5000公顷的林地乌有去，官方讲是因为扫地已经甲9万人损害。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丹妮。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咱先赶紧来关心高雄这几天的雨是已经到规年1/3的雨量，3天累积的雨量是超过900毫米。市长陈其迈讲，高雄的雨是已经超过莫拉克风台挖进凯美风台的量。毋但高雄北部淹水，田寮的瑞安桥、甲国道10号延走的路段有山架放落来，也南仔坑的安泰街也阁有坚定的广西路路基嘛流去。明仔载高雄市山区，包括南仔社、桃园、茂林、甲仙、甲六股，雨量的预测已经甲停班停课的标准。怪树伫风雨当中，日是透早到田寮大安桥一带咧乌，因为咱暗地有10户差不多30人受困伫头桥楼左段路的另外一边。田寮大安桥往大安方向路段受大水雨影响，23下晡放达，头桥楼淹路，区公所紧急派怪手到场乌。内底头就有30个啦，10几户的人住伫啊。在楠梓区的高雄站，这个是破了历史的纪录，测达567毫米。那累计3天的降雨量是913毫米。高雄连3天落大水，雨伫南仔溪高雄车站双双拍破24点钟，也就雨量甲3天热的记录。市长陈其迈指出，高雄整体明年超过莫拉克风台接近凯美风台的落雨水准，这大雨量也互南仔溪安泰街一个航海路边至时早起严重崩塌，市府赶紧来修封锁线。之前就已经有部分侵蚀，只是说一直都还没有来去做施工。那这一次因为这几天的连续强降雨嘛，就慢慢陷下去了。放了地点花电波区进前因为包围风台受损的雨花，虽然已经提报在收工停，不过因为连日大水雨，和雨花路边路基冲空气灾害扩大，边仔离开6公尺也有主体大楼已经紧闭管20栋南仔孔，同款被冲卡的路基也有坚定公司路，也伫透早放达。昨天晚上12点就是有积水，有点下陷，那有周边的里面拿3角水下去，没想到那么严重。早上到6、7点的时候，整个就下陷下去。怪手作业到一半，向柜台往起来倒落，市府赶紧派机具去处理。不过附近路基技术和大雨冲空未堪得哩，机具差点也困伫起来。另外大水雨也造成国道10号东向延走路段一个边坎崩落。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机车规排多位水内大水雨，不但影响交通，也和北高雄真侪所在自3开始严重淹水。其中永安一直到24早起水才豆豆提起，永安甲永华等路段居民幕后整理加远，民众敢若希望雨赶紧停，唔通互损失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咱到台南嘛是连续几啊天拢落大雨。东门医院的固定古迹大东门有一部分崩落来，加在是无人受伤。除了古迹受损以外，永康、仁德、甲安南等等的所在，嘛拢有传出积水甲淹水的灾情。咱个拖开迎接规大堆，一寡庄仔嘛喷甲规世界。咧台南东门医院的固定古迹大东门，嘛号做迎春门。每日5透早6点外，当咧做修复工程的城楼北边，劈到含铁架，被甘这落几啊天的大雨，熊熊放起，加在无造成任何人伤亡。施工好一阵子，可是还是非常的压抑，吓了一跳。修复的进度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的顶板的整体的一个整理的时候。那大雨不断的侵袭，然后渗透这个顶板，然后让水一直连续渗到底下的这个所谓的内层的土方。那古迹受损，落大雨嘛，造成真侪所在淹水。永康区大林街一间自助的洗衫店，前一天才甲淹的水清掉尔，透早水阁淹起来，互业者买好无目屎。那连德交流道4口位啊，嘛因为大路积水上悬，路规个封起来。开始落就你中啊，阮内底已经入厝去啊。即摆来看东区的有益路嘛淹甲足严重，水淹到脚头有边仔停的轿车，车咧嘛淹半脸悬，互人较烦恼的是连德的三峡溪，因为大雨落袂停。
溪水消无路，已经前往北华馆附近的徛家拢提心吊胆。都有超过半个小时，很急，然后再停啊！我觉得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天意没办法。安南病院附近嘛，真侪所在淹水，北门区的金湖国小边啊，嘛，互大水淹甲稀咧咧，拢无法度看到路。这阵气象署由原对南部发布大水豪特报，就毋望雨势落较细咧，互淹的水有法度消出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继续来看花莲万里溪的崩山湖，今仔日透早溢流，有超过100万吨的水安尼拼落来。林保署针对水路发布水崩山红色的警戒，水路以外的所在是黄色的警戒。也那秀林乡的水源村因为红色警戒，所以是强制撤离。落大雨，河落溪甲的水是规个涨起来，河剧中变道嘛去互水冲转去。今仔日早起有一个要上班的保全，那像是跋落水，目前要下落不明。万里溪不中一直串流，大水河和崩山湖继续溢流。林保署及时搁出动空中摄影机，整合溢流水量未细，不过已经比透早减少真多。林保署监测，透早1点到5点水量上大，溢流口下测4.7公尺，流出8万吨的水。坝体还是呈现不稳定，所以下大雨它还有可能会在下切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我们还是维持就是河道红色警戒之外的这些相关的那个区域哈，黄色警戒。万里溪河道红色警戒，西埔大桥已经封桥，万宁乡保全户32户111人早伫前一天有风声撤离。红林镇伫24早起9点，由原警宣导展开有风声撤离44户88人。要提高警戒，抑个土石流，秀平乡水源村河量达标，发布红色警戒，保全户爱强制撤离。都已经准备好了，让那个保全户能够有的吃，有安全的那个保护。大雨一直到花莲县溪部中，其中陆溪水势正雄，上海桥中变道中月球差不多60公尺。这便衣保全人员透早出门上班。监视器搁伫5点15分翕到伊穿雨衫骑车的身影，不过同事讲伊无来上班。最后手机也定位伫陆溪中，互家属质疑为什么这摆无提早封桥呢？有问题的话，他们会封桥的动作嘛？我不晓得这次是我们真的家人真的没办法接受啊，好好一个人这样出去就没有了。那我们是怀疑他可能在骑车途中有跌落的状况。那目前搜救持续进行当中。大水雨也让铁路交通受影响，对火列车停驶，区间车看情形系统营运。想要等桃园路客只好加留一暗。原本有订到，是来这边才发现停驶。雨要咧落，受风洪里川出现淹水，有民众涉险骑车去拍开水门。伫花莲市凤川路出现铁道涵洞淹水，车全部拢浸伫水内，害去无法度驶。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南部的雨是落甲真热烈，而且嘛造成袂少淹水的灾情。而且3点的风台嘛持续伫咧瓦近，估计上近拜三早起可能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暗时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全国种标用来看，这几天风台对咱台湾影响。明仔日5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汽会较高。嘉义以南东部山区，也佫有基隆、北海花甲宜兰会落局部的大雨。到26是吹南风甲西南风，相对来讲是较好天，而且过昼较会落西北风。再来咱来看27至28这2天，这2天是风台上靠近咱台湾的时阵，而且暗时北部甲中部的山区都会开始上大雨。也若拜6至拜1这2天雨会较少。中南部会落阵雨，也若其他的所在过昼会落雷公雨。提醒乡亲，若照目前预测的路线来看，风台伫咧拜3会行到琉球群岛附近，到拜4暗至拜5是上靠近咱台湾的。不过后续的路线可能要是会有变数，提醒乡亲要是要随时注意气象上新的消息。水沟挂掀开，用山挑甲通门沟挖出来。台北市连续落阵雨，搁面临风台要来，市政府加强辖区内清除通门沟嘛预先甲树尾做修剪，避免强风一日来造成灾情。市政府讲，根据上新资料，台北市陆上风台警报发布机会差不多6至7成，必须预先防范。气象署相关资料确实预测的路径都是朝接近台湾的方向，那我们一定是用最高标准，严阵以待。连续几天大水雨，地区南部、东部真侪所在淹水，中央灾害
台应变中心统计，拢总594位捌发生即饮水，目前剩较无100位，而且捌有18000外户停电，而是下晡已经9成复电。行政院倒英台下晡甲地方首长视讯，听地方救灾需求。雨量还持续在大，过来这几天，尤其台风来，虽然来自北部，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提高各种的注意能力。这2天啊，屏东县大汉山累计雨量突破728毫米，高雄市楠梓区嘛挖近700毫米，屏东县太武乡、春池乡累计雨量拢超过680毫米。气象署分析，低压带加强西南风的影响，嘉义以南甲东半部地区也会持续下落大雨，也是大水雨。南部地区局部都要严防大水雨等级以上的大雨。海峡这边这个西南风，以及台湾东边这一个偏南风到东南风的这个强风轴的话，都还是落在台湾附近哦，所以基本上在这一个台湾附近的一个降雨情况都还算是相当的明显。那今年第18号风台沙丁尼24下晡已经发展成强烈风台，持续往台湾北部海面挖近。那24早起形成的闪电风台，未来环流可能会并入沙丁尼。气象署预估上紧伫拜三就会发布沙丁尼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机会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在礼拜4跟礼拜5这2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根据国家灾害中心回警，各国对沙丁尼风台路线预报愈来愈成。风台伫通过琉球海面了后往西南西移动。气象署分析，风台路线受到北方太平洋高压主导，也有台湾附近大气压大影响，离台湾外远也有变数，影响程度也无共，请民众爱持续注意风台的最新消息。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做伙来看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南韩2日头一届做北极海运航线的测试，要一路驶去欧洲。这条水路为釜山出发，向北边经过英国、荷兰，还有波兰，一路驶到欧洲，往回差不多是40天至45天的时间。若甲原底南边这条苏伊士运河路线来比，时间差不多会缩短35%。若这燃料甲成本就会降低。南韩按算伫咧2030年进前，甲这条水路商业化。测试若是有成功，就会当来对抗去欧洲的冰上丝路，也就是阻挡中国甲罗西亚独占北极海这条水路的航权，而且嘛闪过传统的航线，会当来避免地缘政治的风险。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欧美对罗西亚实施制裁。南韩这一届煞是找罗西亚来斗3工，这等于是破坏孤立电线，互欧美是感觉真不满。而且南韩伫咧出发进前，竟然是主动通报罗西亚，安尼等于是承认罗西亚主导这条北极海的水路。过来，若以环境的角度来看，气候暖化互海冰扬起，上船若是进入北极，这碳排相对嘛会增加，嘛互暖化的情形愈来愈严重。所以南韩这一届水路测试，毋但会面临外交甲环境的问题，而且敢真正会当商业化来营运，也要面对无共的考验。韩国当地时间2日暗时9点半顶下啊，装载了2758个 TEU 的环旗集团所属的货柜轮环旗红道号慢慢离开釜山港码头，展开这场伫航运甲地缘政治上充满实验性质的旅程。所谓的北极海航道是指伫全球暖化影响之下，北极海冰层扬起所空出海域，用个连接北欧、西欧，也有远东各国，是即阵绝大多数国家使用的苏伊士运河航道以外，近年来所兴起的海运新的产业。根据路透社引用估计，对韩国釜山到西欧各主要港口，若是用传统的苏伊士运河航道来回航程大约70天，也若是行北极海航道，敢若需要40到45天，用个节省真侪时间甲成本。当时有即个北极海航道是挖罗西亚北边海域，罗西亚方面会使收真悬的通行费，特别是即阵伫中东局势紧张，红海甲苏伊士运河航道面临伊朗外围组织封锁，罗西亚更加是积极来向各国推销。不过看起来节省时间甲成本的表面之下，北极海航道是面临地缘政治围堵的严厉考验。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美实施的真侪制裁内底，就包含禁止对任何甲罗西亚往来航商承担保险。因为欧盟对航行北极海可能造成的环保问题，更加是真计较。另外，伫技术上，北极海自然环境敢若适合专运天然气船只，也佫有线绳货轮，无适合大型的货柜轮。就算是环旗红道这款的大型货柜轮，船长以下船员也需要这个特别的证照。韩国中央日报分析指出，伫即阵地缘政治双边起来的这个常理之下，
行真西方路线的韩国是由政府出面支持航商进行北极海的试验航行，一定会冒着互欧美真无欢喜的风险。也毋过对历史经验来看，韩国伫半世纪进前的朴正熙时代就西过欧美开始布局北方政策，美也伫陆太武林内甲前苏联甲中国建交，也拿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严厉制裁下，依然有 LG 电子、现代汽车这韩商维持伫罗西亚的营运。中央日报认为，反起洪道夫迄规轮的破冰之路，依然有机会伫长时间开创韩国海运业的新商机。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继续来关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拒绝前国防部长讲战争的时阵要来举行大选的代志，而且警告罗西亚按算要出动30万的军队来占领规个乌东地区，而且嘛阁强调讲乌克兰就是要加入北约。因为这才是保障国家安全唯一的方法。乌克兰国旗伫军乐声中慢慢升起来，为着要庆祝乌克兰国旗日，侪波罗的海甲北欧的国家领袖拢来到乌克兰首都基辅，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同台。英国新任的首相必然的头摆出访，而是选择来到乌克兰，伊个将会重新对乌克兰军事甲财政的坚定支持。面对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呼吁举办正式选举，未需要逼于落台的声音，泽伦斯基伫个基督早餐会发表谈话，强调团结的重要性。Взаємну підтримку і таку потрібну для національної єдності запоруку вміння прощати одне одного. Прощати це не слабкість, це важлива умова, бо лише не розколота Україна зможе здобути свій сильний мир. 费德罗夫最近常常出招，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强烈要求泽伦斯基必须要公开回应政府高官偷用公款洗钱的贪污质疑。不过，对着费德罗夫提议的正式选举，泽伦斯基表态拒绝。伊认为战争中选举就亲像海啸，会分裂乌克兰。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资料，乌克兰目前有将近600万难民伫个国外生活，国内是有370万人流离失所，另外阁有350万人生活伫个罗西亚的占领区。Even though Zelensky has said today that this would divide the country, he has previously said that he is in support of elections during the war if they can be done safely. But that would involve military protection from allies, and allies have been loath to send in any troops into Ukraine's territory. And even if they did, it's not certain that they could protect from Russian bombing. And would Russia stop bombing just so Ukraine can hold elections? 伫了内部的风波，前线的战况同款严峻。泽伦斯基表示，罗西亚预计伫个9月中旬国会选举了后，即可征调30万兵力投入对乌克兰的战争，希望伫年底进前彻底占领乌克兰顿内茨克的地区。泽伦斯基强调，乌克兰绝对袂退让，相信嘛中心袂寻求加入北约以外的替代方案，因为只有加入北约，才是保障国家安全、真正有法度解决的方法。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来看，伫咧美国的内华达州，这森林大火情形是不哩严重。当地日发生火烧山，这火势是探了真凶，而且还阁拖去到当地国家森林公园，5000公顷的土地是拢总烧了，造成至少6个人受伤。也那当地政府是表示，这场森林大火是人为的因素才来发生的。目前外销军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啊，而且嘛甲差不多9万的居民疏开。大火一直炭烧，因看到不少消防人员提沙条来回回伫火场内底，想要挖出一个防火线。美国来华达州西北部当地2日发生野火，伫强风加大数气候影响下，火炭烧甲真紧，烧1天1暝，烧到风暴土伊雅比国家森林公园，至少烧掉5000公顷的林地。不少民众包括款款的赶紧离开徛家。It was horrible. Trying to get up here, trying to go to the house, just trying to get stuff for me and the kids. Yeah, it was pretty. Did you actually see the fire? We did. What did it look like? It was just really foggy. It just looks really bad. 来华达州政府讲，火烧真紧，阁真大，消防人员当时也未赴赶到导火所在，大火就已经烧到消防车附近，消防员只好赶紧来撤离。有消防车部分的徛家，互大火烧着，也造成民众甲消防员受伤。来华达州州长隆巴多对火炭甲真紧的瓦小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总共动员大约800个消防员，并且调动来华达州国民警卫队派出2架直升机，也有60个士兵对空中斗3天来拍火。Oh my gosh, I'm still scared to death. It's like, you don't know if the winds are going to shift and it's going to get worse, so you're just kind of, I got all my stuff in my car and in his car. 看
看现场情况，州政府初步研判这场野火是人为造成的，由火无度控制，当局车包含来发达大厦附近徛家大约900名民众撤离，也提醒民众讲必须要做好撤离几日天的准备。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在非洲西部的国家几内亚有一个大型的粪扫山，昨昏是熊熊放起，而且这放落来唔来一届，有居民甲救援人员去互这粪扫山放落来粪扫挂土石全咧活台，上无造成30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目前要拍拼伫咧搜救。救护车赶去事发的地点，民众协助甲伤者扛上车。真侪人也是唔敢相信，这座累积真侪冬的粪扫山，落尾竟然跌死几60条人命，而且真侪人是伫咧协助救援的时，互第二届的帮力抬起来的。Quand les jeunes se sont mobilisés pour aller là-bas, il y a eu un deuxième glissement maintenant. Toutes les personnes qui sont parties là-bas pour secourir, ils sont tous restés dedans. 这场严重的意外发生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当地时间8月23半暝2点外。因为几内亚目前拄啊好是雨季，连续受到严重大水河的侵袭，雨水直直强，互这座蹲真侪冬的大型粪扫掩埋场结果放弃，大量的粪扫对土石瞬间规个平落来，甲下底的铁道甲徛架拢抬起来。真侪民众当咧困，根本袂赴得生。消防人士强调，差不多1冬前，因对政府提出警告，必须要赶紧甲这座上大型的粪扫掩埋场关起来，若无总有一天会出意外。Donc du coup, ce qu'a fait aujourd'hui cet éboulement, moi j'accuse l'État parce qu'il n'a pas pris les mesures pour que la décharge soit fermée. 几内亚政府已经动员军队甲重型机区透明搜救，罹难人数恐惊会阁增加。几内亚总理也来到现场，不过真受人口舌甲心肝疼的是，政府官邸伫出代志迄天要正式甲这座掩埋场关起来，而且进前也已经甲周边的居民发出撤离通知。没想到伫咧关进前就发生悲剧。这座粪扫山伫2017年也捌发生过类似的崩塌的事故，而且造成10个人死亡。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在新加坡，因为人口多，大的需求嘛大大增加。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新加坡的政府是拍拼咧起公共主体。不过为着要起厝，却是按算要甲森林错掉。23公顷的马祖森林有2/3的面积，按算要摕来起公共主体。居民是强烈反弹，伫厝顶礼拜差不多有2000个民众去行路抗议。也那即个抗议嘛，互新加坡政府考虑要调整起公共主体方案。面积干那744平方公里，甲纽约市相当的新加坡，甲香港、伦敦等人口正密的都市共款，面临大需求一直暴增的难题。今年7月，新加坡政府宣布，拍算开发伫西部占地23公顷的次森林马祖森林2/3面积，用来起公共住处。不过方案公布了后，马上引起反对声音，遭到差不多2000个民众行起了行路，呼吁政府唔通消耗无法度提回来土地。And we are taught to love nature and appreciate gardens. So there's a cognitive dissonance here when deforestation happens. We don't want this to keep going on. If it keeps going on this rate, then we'll have no forest left in a couple of decades. 次森林18被错过或者是开发，后来又重新发出来森林。马祖森林上早是树林园甲果子园，到1960年代才写做马来亚铁路经过所在。90年代铁路兴奋落车了后，甲隔壁的金文泰森林重新发作爬行的所在。新加坡政府捌发布研究报告，将有113种动物，包含极度濒危的黄冠鹂甲大瓦拉里。不过早伫80年代，新加坡政府已经将马祖森林大部分地区规划做主题用地，有超过49000人签署2份请愿书，呼吁政府改用高尔夫球场或者是体馆改起老旧租厝的密度。We do face urban heat island, right, whereby the city as a whole is hotter and cools down slower in the night. 负责伫第一线甲民众沟通的国家发展部官员也承诺，会做出调整，保留比原本计划更较侪绿地，不过无透露具体细节。Now, in the current plan, we've already set aside some greenery and forested areas. But the current plan was never final. 到去年6月为止，新加坡人口已经达到创纪录的611万人，按算2030年人口会进一步暴增到650万到690万人。为1967年建国以来，新加坡就一直将家己定位是辉煌都市。即马欠悬的土地开发需求，甲保留都市绿洲的名义。安怎兼顾，也正做新加坡政府即马面临的难题。公视新闻洪如梅编译。
风台愈来愈晚，提醒乡亲都要注意安全，也有气象上新的资料。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丹尼，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